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10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利未记第4章34节到第5章的第4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靠主刚强。昨天我们分享到发霉对宗教、对一个人的灵性那个反省以及洁净的重要性。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我们常常提到献祭。在整个的献祭的概念里面呢，其实就是圣别或是成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从羊血的献祭，我们说洁净，到油脂的献祭，我们说熏香。因此人要非常小心的洁净自己，不让自己玷污了，离开了上帝。在花莲光复乡的一个救难的现场里面，有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说他有一个灵异的感觉，后来就挖到了一个大观音的头像，那他非常认真，说要把观音救出来。像这样非常明白的知道偶像需要人家救助，他却仍然拜得很像真神一样，其实就让人离开了真神的敬拜。我们要敬拜依靠的是我们在遇见苦难的当下能够靠着他来刚强得胜的，而不是那个眼睛看得到却埋在烂泥之下，一点都没有办法人手所刻的偶像。利未记第4章34节到第5章的第4节，摩西的法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祭司要用指头浇这生祭的血，抹在祭坛的凸起的四角上，把剩下的血倒在祭坛的座上，然后生祭的全部脂肪都要取下，正像平安祭祭牲的脂肪被取下一样。祭司要把全部的脂肪放在祭坛上，跟献给上主的祭物一起焚烧。祭司要用这方法为那人的罪献上赎罪祭，他就蒙赦免。下列是献赎罪祭的事例：如果有人被传唤到法庭上作证，而不肯把他所看见所知道的说出来，他就有罪，必须承担罪责。如果有人无意中摸到了礼仪上定为不洁净的东西，例如是野兽啊、家具啊、爬虫的尸体啊，他就不洁净了。他一发觉自己所做的，就算有罪。如果有人无意当中摸到任何出自于人体的污秽东西，无论那是什么，他就不洁净了。他一发觉自己所做的，就算有罪。如果有人无意当中随便发誓，无论是好或是坏，他一发觉他所做的，就算有罪。保罗呢，他非常清楚提摩太以及当时候的基督徒受到周遭异邦宗教的影响以及冲击是非常的严重的，因此他就提醒提摩太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保罗就这样说道：我儿啊，你要借着基督耶稣所赐的恩典刚强起来。你在许多的证人的面前从我领受的教导，你也应该要交付给你所信任而且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作为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要分担苦难。一个入伍的兵士要争取长官的嘉许，就不能让营外的事物来缠绕他。
一个赛跑的人在竞赛的时候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奖。辛勤耕种的农夫应该首先享受所收成的谷物。你要思想我说的话，因为主必定使你能够领悟一切的事。当我们坚定的靠主，就必能够得到主的保守，并领悟一切的事。诗篇111篇，要赞美上主，我一心一意感谢上主，在他正直子民的聚会当中感谢他。上主的作为是多么的奇伟，凡喜爱的人都愿意明白。他的作为充满了尊荣威严，他的公义永垂不朽。上主使我们记得他所行的奇事，他有恩典，充满怜悯，他赐食物给敬畏他的人，他永远记得所立的约，他向他的子民显示大能，把异族的土地赐给他们。他一切的作为都信实公正，他的诫命确实可靠，他的命令永远有效，按照信实和公义奠立，他救赎他的子民，与他们立永远的约。他神圣可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他赐明智给遵守他命令的人，他应该永远受颂赞。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定的靠主，在我们面对各种困境的时候能够坚定的靠主，让我们得以靠主刚强得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